俄乌战争也战未煞，乌克兰的查甫人、男性拢爱上战场去烧战，嘛造成因国内欠工是欠甲真正力。因为政府即摆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，是甲对苏联时代以来禁止女性做去炭坑做事的即个禁令已经解除啊，嘛互乌克兰的女性头家有机会会当去炭坑做事。伫炭工帽啊穿装备，即几位乌克兰女性正全要落去炭坑内面工作，因为俄乌战争，真侪男性拢去做兵烧战，正欠男性的工人，所以本来查某人拢袂当入去炭坑，第一遍有女性落去内底工作。 Пам'ятаєте, як перший раз спускалися? Які у вас відчуття були? Пам'ятаємо, трошки було страшнувато, але дуже цікаво. 当地自苏联时代以来就禁止女性落去地下工作，这项禁令伫战争爆发了，政府解除。克里斯蒂娜的故乡离前线100公里，常常受到俄军的飞弹攻击，但是为了透露伊克服恐惧，甲妈妈甲4岁后生留伫咧厝内。 5个月来，一直伫咧地下470公尺深的所在做技术员，操作一款小型的电动火车，甲工人送到离电梯井4公里深的地下煤层工作。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того, що наші хлопці позабирали на фронт, їх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. Нема кому працювати. Зараз в шахті пішли дівчата працювати.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залишити це все і піти там на другу працю і залишити хлопців. Треба допомагати хлопцям, як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на фронті. 乌克兰进前有欧洲上大的煤炭工业，不过自从苏联解体了，煤炭工业已经衰退了几60年。这间私人的能源公司 DTEC 讲，因本来有2万位炭工，但是有要甲3000人怎么去前线作战，已经有42个人不幸战死。怎么来逮捕乌炭工作的女性有400人，占所有炭工的2.5%。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。